今晚馬會將會越洋轉播英國冠軍錦標賽馬日，合共6場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晚上8點30分。S3 第一場12、9、1、7。第二場20、7、5、8、17。第四場11、8、5、6。第五場6、2、9、4。第三場6、2、3、9。第四場11、8、5、6。第六場12、15、9、19、14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